台湾话，长颈鹿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麒麟鹿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长颈鹿，哺乳动物，原产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平原地带，外形与鹿相似，腿和颈部则较一般鹿来得长，毛色为浅黄色，并带有浅褐色斑点。大多生活于平原和灌木地区，以荆和柾属植物的叶子为主要食物。用例：囡仔伫动物园看到麒麟鹿，就欢喜甲跳起来。小孩子在动物园看到长颈鹿，就高兴地跳起来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